今天我们非常满心的欢喜来到你的家，我们就是把要无说的祝福赐给你们。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教导是要无说的道要无说的大事几点了，来到你的家，就是你在关注的时候，并且我们在一起听的第九课的教导把要无说的祝福赐给你们，你们在听众的时候就是要无说保护你们这个教导就是叙述给你们的好处。今天的教导就是给我们证明一下要胡说的名字是真的反而那个耶稣的名是假的，或者是耶稣都是假的。我们就是今天就是一起研究这个教导的话，按照那个上经的话也是我们做这个教导的话，就是按照你们的诉求的话，你听到这个教导的之后，你们就悔改吧，回到耶和华这边，没必要再去那个模仿这个教训的话，然后去教训人的，又把你的罪更加厉害我在为你们好，我是要无说的大师西点来到你的家今天的教训就是第10课对今天的教训的就是10课，就是关于这个教导。我们马上就说到那个上帝的教导，就是说要无说他是谁，为什么要无说的大师西点都一直说，也就是说要胡说，因为不说耶稣，因为这个要无说他是真正的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亲爱的父耶和华的独生子因为我这个亲爱的父差我要胡说，我亲爱的要无说是被他摘来的，为了拯救的，为了执行他的计划，因为他来要拯救他为了拯救因为我父亲也发就是也是拯救因为这个拯救的就是本来就是打那里假如说你要想拯救一个人的话，就是你要必须去打，那要无说就是通过要无说的话来拯救人类的话，就是拯救本来就是在属于父亲的法那里，然后通过西点来执行这个任务的话，就是那个真理的教导。我们今天就是要看一下那个上帝的道，在那个马太福音的第1章马太福音第1章是1节，我们放耶和华的名字来念一下。我们的一边听一边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赐名叫要胡说。我这边就说耶和华呢，这是真相的，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这个要胡说这位要胡说带来的就是为了拯救而来，为了除掉人的罪恶，为了这件事，就是在耶和华里面的人都不再犯罪，也不会犯罪，因为他是拯救人的，要除掉人的罪。你不完全的话就不能进去天上的殿的于是就是拯救这个拯救就是给他赐名叫耶和华这个就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就是给百姓的拯救。我们要强调一下这位上帝的儿子，他就说过了，要知道他的真相的话，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假的。他已经宣讲，他就是有带父亲的名字，这个是第一件的证明的。我们就说证明耶和华的教导，耶和华已经宣布了，我带我父亲的儿子，按照约翰福音的第17章11节，这就是一个本法律一本法就是
亚胡说的名字都是带他的父亲的名字，那这个就是说明的耶和华的名字错了。那耶和华的名字一错的话，接着就是耶稣也错了。那为什么耶稣又不会真的？因为耶稣是比耶和华生下来的。那耶和华是做的假的话，那就是接着耶稣假的。那这个耶和华耶稣里面耶稣是做的话，就别是这个魔鬼的思念的。是我们现在已经跟随要胡说，别做这样的在上帝面前的厌恶的态度啊！如果你应该有证据的话，就是要跟随魔鬼已经折磨你到几千年的，你魔鬼动在已经过了。但是我不再说在这个世界，因为我不在这个世上，因为他们总在这个世上，我要去哪里服啊？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或者什么。从今以后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啊！圣父啊，求你因为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就是求你因我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就是父亚把这个名字赐给亚乌说，假如是那个拉库图尼里呢，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他儿子是拉库图尼里呢，上帝是如此，也是如此，就是他的名是亚法，所以他必须带他的父的名字，因为他的父的名字就是亚法。有一段经文的就是他那个表示是非常清楚，因为他本名就是亚法。我们在那个出埃及记第5章第2节，我们都能看到，就是他亚法，这就是他叫亚法，也不是这个不是连接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应该是耶利米书我的拯救不是以赛亚书，不是耶利米书也是刚才那个26章。我的力量 ，Yah is my strength。你们定要靠亚法直到永远。我们先用一下那个希伯来语来念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26章4节，就是你要看你经过这个经文的话，你就知道真的有父有亚法的名字。以赛亚书第26章4节第4节。我去赞美他。那这些我要告诉你们呢。好像不在对了，就是在此。公羊将400年按照。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希伯来语我们要把它放大一下，你看到就是在里面有那个亚法的名字，我们必须要通过照片了，就是让你们知道真的有的名字亚法，这就是那个亚法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我们这了后面就是法，因为我们就是从右边读的时候，从右边读的序列就是从右边到左边，这就是那个读书的序列。我不是买的。当你读的时候，就是你看到亚法。然后就是我们就证明一下这个是按照我们刚才那个说的，我们都已经看过了这个亚法，在这个词的话，就是那个亚法。
我们把它写下来。我这个都给你们已经教育过了，但是必须要给你们调整一下，为了教你们的主调嘴，我们不需要随便叫他的名字，这就是另一个然后这就是那个哑巴。我们就是在上次的教训的已经解释过这个就是那个这个词哑巴，这个词哑巴有存在呀，真的存在，真的有它在哪这个就是哑巴。于是就是我们读那个马太福音的第1章是以赛地方比了哑巴主了民就是在那个以赛亚书26章4节，就是在我们都知道，就是他本名的就是哑巴，他也可以称呼哑巴，他就是称呼我为哑巴这个大道这位儿子就是那父就是赐给他的名字，就是我们刚才就说你赐给我的名字才能保留他们，按照上经所说的就是按照那个以赛亚书不是约翰看见过他们已经因为我想在我这边有很多我想给你们讲约翰福音的就是生父就是这个生父求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就是他的这个父的名字赐给他的儿子，那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他的名字压在我们有这个黑板上，我们把它写在那个黑板上，我们再写一遍。他就是按上经说了，他就是那个有父的名字，我们就是把它写下来就是这个就是希伯来的自由的就是这个接下来的就是就是这个亚胡说的名字必须有一个因为他是带生父的名字，因为这就是那个生父的名字给他，就是他就是带这个这个是有的这个我给你们说，这个读起来的时候可能是一或者是如果你们记得话，就是我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读起来的话应该是或者是一或者是就是一。但是我们通过那个摩西的五经的实话，他们就是说不是一这个我们要把这个要记下，这个读起来的时候，或者是或者是一，因为它是带生父的名字，我想是带这个，我想讲到这个字母的话，就是它有这个父的名字，我想给你说这个，因为你要知道，它就是要有带生父的名字，必须有这个。我们把它留下来的，就是因为我说的名字必须有出现，必须有这个字，就是这个字母这个字母，这就是那个生父的名字，这是生父的名字。我们把它画红色的，这就是那个字母带生父的名字必须有这个字我相信你在家的时候都能够了解，必须这个希伯来字这个必须有。
必须有这个四波来字母，就是有的和那就是这样的，那就是不说这个，因为我们都这个就是没有人能够抗拒啊，因为我教训的时候全世界人都要模仿这个教训，这个就没有一个人都知道，但是我西底下大师西底下带我一教导的时候就是有人都是模仿这个教训，我是从1995年就开始教训这个教导的时候，因为这个就是在你们这个地球已经在1995年的教导然后接着就是我一直都把这个传播出去但是这个教导传播出去的时候都是在网络上面，现在这个时候在网络上面都已经分享了，但是到那当时就是在当时就是这个耶和华的名字不存在在这个地球上。你们以前如果查网络的话，就是查到就是耶稣或者是耶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没有别的名字，这就是真相。但是后来呢，就是有耶和华，但是本名的只要我说是在就不存在在网络，在你们的网络里面没有存在不存在，因为这个耶稣就是耶稣，还有这个耶稣就变成了耶稣Jesus这都是因为一点都是没有把解脱你们的罪，就是这个想拜就是拜这个敬拜这个耶稣的话，他就是有在拜耶稣的话，都是拜的人类。这个话题我都要执行的给你们的解释一下。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个黑板上面这个就是很清楚稍等下，为了教我们的尽力的接触这个教导的话，我就对你慢慢的来说，这个就是有的我们就是我们把它画黄色的这个是就是次波来的有的和这就是要胡说的名字在这边就是我们来写是有的和这个是神父的名字，他必须带这个根据我们读的一条法律，要我说的名字怎么样了？要我说就说是摩西是所给我的事情，因为他是来拯救，要救他的百姓，除掉他的罪恶。因为他是带拯救的话，那拯救就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是带亚的名字，亚是带的拯救，就是父亚耶法有的和带的拯救，这就是有的和也和。我们有点，我们先把我们序列好一点了，这个是1号，这个是1号。这个是1号，这个是带神父的名字，然后我们就说是要对这个对这个是怎么说呢？因为他说神父就是要来拯救，因为他要讲究百姓的，那这个拯救是我们在哪里能查到要我说就是说，如果你们想关注的话，就是我们在第2号的话，就如果你们想关注关于的话，就是你们要去看一下摩西是怎么说的。要我说对这个摩西是怎么说的在约翰福音第5章这个叫四佛度46节。约翰福音第5章46节。
你们如果信摩西，你假如一点有点惊讶，你为什么一直称呼这个摩西？因为摩西的本名就是摩西，因为他是给犹大人的带来拯救，所以就把他的名字就是要回到本名那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要求，必须说一个希伯来语的话，但是就是带最大的证据的话，就要本名的，要恢复到的本名。你们如果信摩西的话，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这就是那个第二个线索的话，就关于这个要我说的话，摩西记着在摩西在书上记着他写他的话。假如在这个地球上有个人的话，有人是他的话，就是要知道他的，有人是他的名字。不管你要去面试工作的话，或是去别的地方，必须认识的名字。在这个上面的话，就是圣经就说你要搜摩西那里，因为他在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那上帝对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关于这个证据的话，这个证据是我们在哪里能查到？他已经宣布这个，我们在那个摩西那里，在那个。然后我们在民数记，然后我们就经过那个希伯来语圣经来对下民数记第13章16节。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的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成为嫩的儿子和西亚为我想。那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在对下那个古老的圣经，因为我再说一遍，摩西就成为这个嫩的儿子，因为他本名是何西亚，然后他就把这个名称为约书亚，那这个约书亚的话就是约书亚，因为他本名不是约书亚，不是约书亚，因为他本名是何西亚，然后摩西就把他称为约书亚，就是那个在古老希伯来圣经的话，那这个约书亚就是约书亚，但是这个约书亚他们就称为约书亚。这个跟的约书亚是这个耶和华是亚胡刷是约书亚就是我写下来，你可能说这话是到底什么？你们要单独写下，要说，然后你把单独这个真正的名字，然后你把我们这个名字又说，这就是那个何西瓦，就是打发那个摩西被打发去带那地的时候，带那个犹大人去那个加拿大的，这个有说就是有人给他证明的，就说或者有说就给他证明的有说，那我们再经过这个上字的话就呢可以查得到。我们来吧，用通过这个希伯来的上字的话来念一下。民数记。在那个希伯来记的话就是民数记第13章16节，第16节，这就是那个希伯来的语，就是关于这个故事的话，这个是这个翻译出来的，说就是在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圣经的序列啊，还有什么什么人？Arasim, Aser Sala, Musala Tu Al Tarat, Fakara Musala, Benon, Ihoswa.
这个是到底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已经有那个马达加斯加的上进在念下，就是这就是摩西所打发古代那地主人的名字，这就是那个名字就是那个主人的名字。摩西所打发古代那地主，这个古代就是要这就是摩西就掌为约书亚，就是那个生的儿子，他就上我亚胡刷，这那于是这个主刷就是成为约书亚，就是如果你们不认识的话，因为你们一直说这个有刷，那么就是这就是希伯来字原名的话就是这个，但是这个就是有人已经调整了。我们这次就是要学会希伯来的字母的话，那你说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个不是那么难的。我给你解释一下，在这个希伯来的字母上面有。第一个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就是这次就是有的，这个第一个序列，这个是第一个有黑，发黑，这个叫做有的，这个叫做黑，这个我们都已经看过了。这个是带生父的名字，就是按照这个序列的话，因为这个名字就是意识到就是成就这个就是vav飞这个是vav飞，这个是s， 这后面就是假如说我们就是读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序列的话就一杀，假如说我们把这些点去掉的话就一杀。他说你说啥嘛？那就是这样了。我们想把这个点去掉了。我们想把它去掉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了。假设这个序列的这个字母，这个把这字母排列的话，假设没有这个序列面这个点的话，那到底什么是？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呈现的一个非常让我们困难的事情。所以有些题目当时必须要调整一下，要纠正一下。假如是20V 就是发 S20 字母没有 S20，因为这个是没有点。有的话就是 V， 没有 W。我们来看像这个字语，这个对的 ，S 后面就是 R 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是没有这个点的话，就是他们就是叫 if 那或者就是为了这个，就是有人说他们就称为if，因为他们常看到这个就说是if，可是有宗教这个 v 的话就是 if。就是那个如果没有这个点的话，就是那个摩西所说的那个章句，就是 if 按照这个序列的话，按照这个情况的话，如果你们读的话就是这样读。
那我们就不说这个，我们就继续讲学。以撒的话就是不对呀，因为按照希伯来文，因为那个古老犹大人的大军宣布有读的方法，有读书的方法，我们就是不说这个，我们就是发现一件事的话，就是要不说这个。在家的时候，都说我们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他说这个说是一万就是说有那个有的就是那个，还有那个河，就是那些好像那个，还有那个娃娃有上面有那个勾号，还有那个在从左边的有心是或者心或者。它像那个渣子，就是一个渣子，那个渣子就是心，那个希伯来的字母的话就是Y。我再说一遍，有的和娃娃是心或者那个渣子，还有那个。Y 在那个希伯来语，以撒读起来的时候就以撒，却犹大人已经宣布一条法律，就是读的方法。他说这个读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这个希伯来的字母的话，就是他就说呀，他就看到这个序列的这个序列的话，他说你们读的时候就是就这样读，就这样读的时候就是这样读。这以后说就是说以后说，我们再写一遍20O S 20U啊，就这样，这个就是在这面的。那复阳法名字的话，这个以后说呀。就是张伟就是翻过来的时候，这一是我们在西边对的就是我们训练一下这个，就是那个有说我们把它画一下，我们就会重复在那个黑板那里。我们都以后说我们这个犹大人的那个犹大人是说是这样读的话，我们就没有意见了。我们就再说在这个黑板上。这个我们想把它擦下来了，不是擦下来，我们把它捋下来了。这个就是20。1或者 S， 这边有那个 valve， 还有这里有心在下面有三个点，还有这个字，后面有这个字，就这样。以后说，我们刚才看到就说以后说他们说读出来的时候，就是下面就没有那个点。我们就是按照序列的话来读下，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已经把这个改了，这个序列已经改了，有人已经把那个序列改了。因为在下面有个点，在这里有个点，S20，这个3个点的这个意思就是以后说，这个就是要分个有隔开，这个有个隔开。以后说，后面就是以后说这个读起来就是这样读，因为这个读不了，应该是就是读的时候就以撒。
后面那个现代那个犹大人的来写的时候，就是那些犹大人的博士的话，因为这个都是已经从前那里那个祖刷来的时候，他就是他称为是犹刷，这就是那个祖刷，一边成了字。按照那个旧希伯来红色的笔，这个就是变成了手瓦，就这样。这就是对那犹大人的就是意思，就是拯救。我们在那个希伯来上经，希伯来都看到，因为你说我们没有看清楚啊，所以我再给你重复公布一下。这个油刷就是我们看到在那个字上面的油刷，这个油刷，这个油刷，我把它重写这里，这个油刷就成为主刷油刷，那就是给都是摆这个主刷的话，摆这个油刷的话都是摆油刷，那这个一变成了字的话就是变成了油刷，我们把它拉到那里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不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就是叫耶稣呀，就是他变成了字，我们就是把它加下的话就是主刷，那啥变成了主刷。我们来个证明呢，这些图是不对的，我们先发那个下载呀。就是这样。还有这个约书亚，这个约书亚的话，它就称为是耶和华。这就是我们就是要带护者要说到这个。我看这里面解释了，按照那个希伯来文字的话，这个有的和那个黑呀。黑呀，这个字母怎么这个字母按照这个就是他们教授这个有刷就是这个主刷，因为为了这个今天就是给你们讲这个这个主刷也是有刷。我们就是来读一下那个摩西的五经，我们来读一起读一下在那个就是在那个约书亚书那里。第一个犹太人没有就搞过这个，因为他们就搞的说这边就是有刷就是成为主刷，我们都是在此都能看到，就是这个有刷就是也是主刷或者是有刷，这个有刷就说在哪里在哪儿去给你们教育过，我相信你们都能掌握这个教导。这个是有刷就是，所以我像他拜的话就是拜有刷。因为你们就是随便调整的话呢，就是你们就是故意你们的吧，因为他是不能带生父的名下，他的名字必须是有刷。除了这个之后没有有刷，他的名字有刷。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称呼他主刷，因为主刷就是变成了。为了这件事就是要刷的大事，就说是我们所拜的上帝不是有刷，因为这个是给你们否认的，因为这个有刷就是主刷。但是亚乌刷跟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就翻译出来的，我这是几次发生错误的，因为这边写的就是有刷，就是那的二字，那这个有刷，我们先读些，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在那个民数记第4上，然后这个人来的时候就是把他要翻过来。民数记第13章16节，你们真的是做这个非常一塌糊涂，就是这个有啥就是。
这就是摩西所打发古代那个地质的人的名字。摩西就成为人的儿子，以后所这就是那个呀，以后说你们都看到，就是那个人的儿子。人的儿就是叫以后说，就是摩西所赐给他的名字的话，那这个就是要翻译出来的话就是拯救，英语就是说拯救。通常的话应该是发，因为我们找到了那个对了相信的这个就是发，他们改那个把那个改掉，然后变成废，那这个名字就坏了，就是指坏了。这个读书把它读书的时候就是有说，可是我们都看到这个有说的话，这就是那个人的儿子，就是有说，也有说就是为有说就是主说就是主说成为主说，那这个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拯救拯救。但是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耶和华是假的假的。那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有啥就是拯救，这个有啥就代名词拯救的话就是耶和华，就是这次有啥，那就是那个先生这位先生的就说先生的话就是带这个就是他的名就是拯救。那他在下面这个不是他，这个有说耶和华，他说耶和华，他说他的名字就是拯救。摩西就成为，就是说这个耶和华这次他翻译非常清楚就是耶和华就成为马达加斯加就说或者是英语或者是他说这个就是主就拯救就是摩西所就是摩西就是接受承受这个接着摩西就是有说这个有说就是有说就是主说和有说就是是一位的，不可以分开，不可以隔开你们都在说拜这个有说的话都是拜这个主说，所以为了这个教务说的，但是已经说没有这个有说，因为这个就是主说有说这个主说它的本名就是主说或者是有说。我再说一遍，我给大家要纠正一下真正的真相，就是这个主说这个名字就是大真名字有说，你们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都是假的，我把它抹掉，我在这边有做个标注下，这个是错了。没有这个名词不存在，这个有说这个名词不存在，因为这个摩西所打发古代的话就是有说，我们就把这个就是这个错误的名字要查下来。我再强调一下，就是那个有说和主说是一位他们就是这个有说和说就是一位就是我们待会我们就看到这个有说的名字右边是真。我们再回到那个黑板上面，把这个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把它擦掉了。我们查了什么？就是我们查了这个有说，因为这个是真的是做的，这个是撒谎的，这个是骗子，这个就在外面，就是现代有就是那个人就是把这个名字纠正了。在这我们在那个YouTube上面，就在那个YouTube上面都是有许多的这个名字有说都是错误的，他们都是像那个就说新生的
敬拜，我们都把这些都要擦掉就是说我们呢都已经看到这个就是那个主说精神，可是这个主说精神就是掌位，就是翻译出来就是拯救，这个主说就是我们刚才我们的所说的，就这个拯救就是这个，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拯救写在这里，这次我们把它写在这里，这就是那个拯救。这次就是那个拯救，我们都已经知道怎么读法，那个读法我们都已经知道这就是那个拯救，我们就把它写在这里这就是义务。这个后面就没有了这个和这个下就是这个发法有3点，有点的话就是变成了因为我们就是通过那个摩西的五经的话，在那个就是把那就是义务书只有这个3点的话就是变成了10在下面就是待会儿就给你们指教一下，这就是那个在那个犹大人的话，这个就像那个一个话就是他们读的我再做一个就再画一个，这个在对那些犹大人的读法，这个就是新就是就在我写的。然后如果他有那个点的话，就是就20，只有这个就有这种的点的话，有这种的叉子应该是有好些叉就是读起来的时候就是在下面有3点的话就是画黄色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把这个3点的话就是就读法的时候就是是或者是鱼或者是鱼，读法的时候就或者是鱼，因为这个是犹大人的话，就是我们就把它这个是怎么回事有，这就是那个书，这就是那个这是这是就是读那个四伯来的读法的时候，就给你们进行指教就是这个是新的话，就是那个叉子，像那个叉子翻过来的时候，这个就是那个是下面那个3个点的话，就是变成了鱼，就变成了10，就是变成了然后说对那个其他的国家，你们都在刷关注电视的话，我们所写的都是希伯来字，我们就把它拍照一下。然后我们就说别的事，我们就把那个关于这个教导的话，就把那个教导非常非常充满。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我们都把它摘了。把这些都擦掉了，因为那个名字都已经写在上面。这就是要我所说的，就是我父的名字，因为摩西要就是写我的话，就是摩西都是写他的话，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我关注这个上帝的儿子话，就是我们就是要去那个去说那个说摩西所写的，那我们就把这个要摘下来的，为了荣耀为了荣耀给耶和华，你们都看到我在擦，我把10都擦
插起来了。然后我们到那个摩西的五经的，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就说就是那个有刷，或者还有那个神父的名字就根据那个希伯来的字母，我们把它读起来的时候，把它解读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就说就不称为因为就是非常简单的，这就是那个就说。有的人我们有去过拿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是不对的，为什么是不对的？这个就开始了，就有错误了，应该是 Y， 他们把那个这就是代表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代表就说新生的新生说，或者是说就是把它加下语，就是说就说然后再加再次，或者我们在那个在那个希伯来字看到了，就是假如说我们在那个或序列的话，就是说就是就说那就我们就把这个名字要进入，我们先不把这个进入的话，我再说你们一下，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就说就是当语拯救，我们就是在那个拯救，在那个一起，在刚才那个教导就是这刚过了，就是就是为百姓的拯救。就是和我说，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序列的话，排列的话，就是就是以后说，我们就把它这个序列写下来，我们把它裁掉了，因为我们都已经看到有说就是那个拯救当拯救的话，那我们就看另一方面我们把它裁掉，然后我们就我就慢慢的对你说，为了你能够理解的话，原来就是我说的名字就是如此出来的。我们就把它接下来的时候就是这就是那个神父的名字，有的和你在家的时候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形状的话，就是那个拯救，这就是那个神父的名字。可是我们在这边已经看过了。这个形式的话，这个格式的话，这个形式的话，这个就是代表那个神父的名字。这个第一个，这个要的，这个是代表，就这样。就是就算就不可以代替，不可以代替神父的名字，因为那个儿子要将来，因为这个就是都是拯救却当时的就说或者是有说都不可以带神父的名字，因为不是他差来的为了拯救全世界，因为他这个被差来的为了拯救以色列的，为了带他们进入加拿大的，这个有说就是拯救却这个有说就不带神父的名字，为了这个就是他就上位是有说。等这个有的都是代表神父的名字，我这边把这个有的写下来，这个就说明的代表代替神父但是他不能代替神父的名字，因为他不是为了拯救而来，他只能都在义务说，他不能成为要说，因为他是不是代替带神父的名字，就是这个要说他有将来，等这个名字已经拯救，却他
不能带胜负的名字，因为他来的不是为了拯救全世界而来的，因为他是个一方面带这个拯救的话，就是带那个犹大人要进入加拿大的，那就是他也是拯救啊。所以啊，这个犹大就不可以带这个带他，就是亚胡说来的说他就说带有父的生命的名字。就这个我们就看到，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所以不要再说再重复写因为经在次啊，就是要的和接着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要的带父的名字，因为有说不是为了拯救全世界而来呀，因为大名字就是定在这里，那我们就是用蓝色的这个就是那接着就是什么？因为他们有加的那个两个点的接着就是为黑加的两个点的时候就是然后那个心这个就是 A 那有个点上面有个点，下面有个3个点，那这个还有最后的就是这个有错了，就这样这我们都看到，这就是那个拯救。你在家的时候请要关注这就是那个上帝的儿子全民所有的先知的话都是成真了。因为先知说我们就必须听从他的话上面就是那个拯救，就是那个耶和华，这就是那个生父的名字，就是这就是那个拯救。我们就是把这个拯救用蓝色的来写。我们经过这个的序列的话，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真正的是拯救这就是生父拯救，这就是叫做生父拯救，这就是上帝的儿子名字就是生父摘他来的拯救而来。那你们现在先记下来了，因为就是你在关注这个电视的话，我相信你们都非常满意的，有几十些全国家的就是有生父有说，那我们就是把它保留下来了，有的和就是你不知道的话，你读什么？这就是有的和黑发上面就有个点就变成了新的，就是像那个叉子，在下面有个3个点，上面有个点的，一个来个就是读那就是我给你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就重复巩固一下，我们把这些都擦掉了。我就是把这个菜我再重复巩固一遍，因为你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在重新写序列我们写有的黑然后vav不对有的这就是生父的名字，这个是代表那个一个就是这边这就是代表他，这就是在那个另外那个名字代表，这就是变成了就是代表生父的名字。我是说的非常清楚一点，这个就是代表生父的名字，因为我带你的名字，因为拯救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主说新生，就是有说新生，就是为了这个，就是要我说他是代表的名字，所以他就说这个拯救我们就把这个拯救这个字美国希伯来圣经呢
黑就有人去查。哦，说书，为什么？下面三个丁啊，然后就还这个写下来就是这样，长久这就是那个长久。那这个就是那个生父啊。这个应该是我握住鼓，他们就这样的做的。对你们外国人的都是你们都不知道，那些当技术员都在努力给你们解释一下，就是那个情况，那个图片是这样子，这个就把这个用法语就是法语来写的话，就是拯救，这就是那个生父对了，这个就是拯救这个呢就是父亲就是我们把它写下来，父亲父亲拯救亚法我们都已经学过这个亚法的话，就把它写下来亚就这样。就是亚就是拯救，亚就是拯救这就是那个生父就是拯救，或者就是生父就是拯救我都给你们用的各种的语言给你们指教。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就说我们就把它图片的，我把它拍照，为了教我们记好。我教你们假如说你没有能够理解的话，你们就可以再刷在我们那个网络上面的。但是这个就是应该这个不是很复杂的，是复杂的话，所以你们不会不理解不明白，我们就把它拍照下来了。我们到那个黑板那个黑板是到底哪一个师傅这个对了，黑板就是这个不对呀，不是那个黑板是哪一个对，我们在这里这次我们就是把这个不需要的都把它们拆掉了，然后都把那个这个字的意思都给你们进行指教。拯救就是拯救就是生父拯救，我们就读书一下读起来的时候是怎么读法，因为我们都已经看到那些教导那些字母然后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我们就是现在进会读要的嘿心我们读的时候就是读的时候就是这样读法呀，这个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呀然后就这边写C S 这个是U 我们就是要反过来的话，就是要读我们读的正常的话，书
这就是你的拯救，拯救就是他是上帝的，给他一个荣耀的话，他跟别的上帝是不一样的，他是。他就是拯救你，拯救全世界，这就是今天所传播的上帝，他跟有说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到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拯救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要要看下那个耶稣是怎么做的，因为除了在这个里面哪里有我们能看到耶稣就是不在里面这个耶稣不存在那就是那个是从犹大人出来的话呢，这就是犹大人的犹大语那就是因为这个耶稣的话，在这个在哪里能进入，能把它进入？因为有说也是本来就是主说我给你们进这教因为都是放敬拜，有说的话都是敬拜，就说都是你们都敬拜人的，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他给你们是一样的放人，所以这个有说也是不对那我们就是继续下去吧，因为你们都已经能够理解这个话，我们就把它记下来了，就是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拿出来我们就是我们做我们就把它这些摘下来，这是为什么我们都已经懂的，懂。那我们就是来我提这个问题，就是我得来提问一下，就是这个有说是从哪里出来的，就是我们都已经知道，就是从那个主说形式的名字，那这个就是把它这个连这个下面都把它拆掉了。这个有说也从哪里出来的？我们把那个有说就是等于是就说形式的放大向大敬拜的话，都是有敬拜就说那这个有说就是怎么写的话，就说给你们已经写过了，然后他们就把它纠正，这个就是有的从这个开始都是不对有说就是有的，黑已经把那个名字第一个是 V， 第二个是 V， 第三个是5。我们看下面第一个是这就是那个主说，这就是主说，有说。第二个 in use between 143 to 100。有说。between 可以另一方面就是说主说。400年。这个就是约书亚。耶和华。这个也称为是约书亚。我再说一遍，就好长时间了。书这个就是有说就是读的是张伟是有说也是大也是主说，这个跟上面是真的相反的，你们不可以把他们的因为这个就是上帝以色列的，上面就是以色列的上帝，下面就是个放人的话放敬拜的话，就是有敬拜说的话，就是放敬拜就说就是法语就是耶稣呀，在那个你们的在那个网络上面许多的有说的话，他就是那个有说或者是有说这个就是那个希伯来，就是这就是有说就是那个
有说意思，耶和华就是拯救，都是说耶和华，都是在耶和华。这个说耶和华的话，翻译叫那个耶和华啊，有说就是成为就是跟耶和华同在，所以你要当心考虑好，因为这个要翻译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啊，主就是拯救。那他就是个拯救啊，却那个名词错了，因为你一教这个有说的话呢，就是表示啊，耶和华就是有。都是你们都像那个啊，就说敬拜。那么就是说下去的话，就是为什么你们所说的都是错误的？我们想把这些拆下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的都把它们拆下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有刷，因为这个真正的意思就是有刷。那有人说这个就是那个，这就是有刷。那我们就说我们不要慌，不要慌，因为我们就说这个话题，因为这就是那个有刷，你们就是这就是你们所称呼的义务书啊。这个就是有说就是啊，等于就说新生，我找不到了那个，或者是等于是约书亚，这就是他的名。这个有说就是他称为耶稣，那就是有说就从这个名字出来，就是你们在你们的书上的就是说耶稣呀，那这就是变成了耶稣呀，这个耶稣就是变成了耶稣。这个我看这里面说过了，我们就把它写耶稣，耶稣就是从耶稣出来，我们都真都能看到，真的你们都知道都是一个错误的，你们都向那个耶稣敬拜，那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个耶稣也不是从这个出来，这个耶稣这个 Jesus 的名字都是从这个希腊的名字出来，都是那个希腊的名字把它进入在里面的，或者你们是向那个就说敬拜的，或者是你们跟那个敬拜那个希腊的名字，这个是跟不对呀，你们都跟着这个教导的话，你们都知道，你们所敬拜都是疯人的，或者是如果我们说这个就说的话，他是个疯人的，他是被上帝摘来的，为了就是那个有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名字是希腊的名字，为什么他的名字？为什么他的耶稣的名字是希腊的名字？我们来研究，也来看一下。我们想把它登记一下，登录一下。那些人跟随耶和华，他们在犯罪了，他们罪。耶稣的名字就是他们罪里有套写了。我们在上面那里把那个原名写在上面，然后我们把那个解释那个说明写在下面了。因为我们都是用这个文言写的话，有时候都变得粗一点了，应该我们就是应该要做的漂亮着一点。我们就是我有说就是为什么这个耶稣就是这个耶稣是不对，因为这个就是你们所有的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说这个耶稣是错的是假的？因为那个原名的都是经过那个希伯来字，你们都真知道，所以你们所教告的都是假的，因为这个有数都是从那个耶和华这个耶和华我们都知道已经能知道，那个雅虎那个耶稣，我们都要说，我们还没有说到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在最后的最后在说这个话题，我们就说那个。你是最大光明的，如要等福要发明者。嘿，我求你祝福这些
话，为了还有一个什么呢？你的恩典呢？为了有你的保守，荣耀归于你父耶和华神你祝福下在下面有3个点。这就是那个别摘来的，又说这个别摘的名字又说，我们这边要强调一下呀，我就把那个原名的，就是有说，就是本名就是雅乌说，然后我们把这个就是那个假名的也把他们写下来了，就是这就是另一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假的有说，这就是有说，就是你们所求告的。那这个有说的，就是变成了有说。一刷，然后就变成了那个一刷就是那个正常不同，然后这个就变成了耶稣和耶稣，就是在马达加斯语中这个就是这个形式的话，就从这边出来，都是从这个都是那个主说，这些都是主说，都是个方人，这都是属于主说。等于主说都是你们所敬拜的，都是主说，然后这个就是变成了马达加斯的话，就是变成了马达加斯的话就是耶稣，或者是耶稣就是耶稣就是这个与马达加斯的或者语言的话，就都是变成了耶稣，都是你们所敬拜的，这个是另一方面的。但是真恐怖的事情就是维基百科的，就是他说这个形式就是一个希腊的，就是希腊上帝。我们要说一下，他说为什么是希腊？这个我们把它写下来，它跟雅乌说是不一样，跟雅乌说是不一样的，不一样。跟雅乌说是不一样，不会跟雅乌说混在一起就这样吧。然后就是对那些个希腊的上帝的话，我们就要解释一下关于这个希腊的上帝的话，因为我已经给你们说过了。这个就是让我们这个是一个恐怖的一件事，这个就是别就是不知道什么的说，真的是非常可怜的。因为我们就不说这个，也要说，因为就是那个呀，他们就是经过那个维基百科的话，他们就说这个耶稣就是本来就是通过都是从这个有说出来的，但是这个不是这样，因为这个耶稣的名字都是通过那个音记，都是通过那个音译希腊。不对呀，我就是把那个他们实际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名字，他名字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希腊国家的名字，他在那个奥林匹克山住在那个奥林匹山，在那里那个不灭的火，然后这个做事，然后他们教稿的时候就变成了苏斯。就是你们懂得这个希腊语的话，你们可以学到这个，因为他们在用中大的时候，他们在下面就在前面就加一，然后就把那个在后面就是那个我们用这个蓝色的水。这个周四就变成了耶稣。我们把它要移过去的话，就是这个下面到这里的话，就是耶稣。你要看这个是非常靠近的，非常接近的。这个是雅虎，这个是有耶稣，然后耶稣就变成了耶稣。
耶稣说我们把这个耶稣一挪过去的话，就变成了耶稣，耶稣。然后这个耶稣变成了耶稣，我们就说用马达加斯加的语言的话，你说这个不是跟那个刚才那个耶稣不是一样的吗？耶稣就是变成了耶稣，耶稣后这个不对呀，不对，这个就是变成了这个变成了是耶稣，这个变成了耶稣。对了，耶稣这个字变成了耶稣，这个耶稣，你说这个是不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耶稣跟那个耶稣都是一样的，因为耶稣就是希腊的名字，就是从这个耶稣意思这个名字出来，这个耶稣是。我们把它拉过去的话，就说耶稣说是。耶稣这个字就变成了耶稣，你就把这个一变成了字的话，然后把那个u变成了语的话，就是出来的就是继续或者耶稣。我都把这个下面都抹掉了，你都知道我所说的都是实在呀。因为为了都是这个，你们就是这个耶稣你们所求告的都是从这个希腊语出来的，没有大语都是真的是一个规章，真的是一个规章。这个就是大就是在此，然后这个耶稣就是我把这个语去掉的话，就说变成了耶稣，拉丁文的话就是拉丁文就是耶稣。然后这个字就变成了，你把这个字改一下了，然后这个摆下字就变成了耶稣，就你们所拜的耶稣就是这个，他想把这个又跟你我说是一样的话，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这个怎么模糊啊？这就是耶稣和耶稣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学习就是用马达加斯加的话，马达加斯加语言的话就是耶稣，后来就是马达加斯加就是耶稣，你说这个是不是一样的？就是从那个耶稣出来，这个情况就是是从有因为为了这个外界百科就说是真有这个存在，所以他们就说他们都是要用那个希腊国家的，那就最恐怕的事情，最恐怕的出门就是像那个希腊上帝的都在敬拜，因为你们一边向那个方人敬拜，一边向希腊上帝敬拜。为了这件事，你们就说你们没有除掉注意，因为有些人是像就说敬拜，有些人的是像那个希腊上帝敬拜，那就是一说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研究的话，他就是希腊的上帝。希腊上帝这个就说也是个放人的，你们那个也敬拜放人的，所以你们不要再冒险了，要赶快离开那里。为了这件事，就是没有除掉，没有摆脱你们的罪呀。到时候我们所教告的就是那个有说别胡说八道，因为他都是把这个耶稣变成了说是，然后就是从他说那个白民就是说那个从那个有说那边，你要看看那个魔鬼的规章，我给你真证明了。为了这件事，你们就不除掉，就是聪明的人前后就站起来，愚蠢的人往前受害，就是你要当考虑好。
不会再被别人骗子。为了这件事你就不会除掉你的罪。我对那些就是模仿这个耶稣模仿这个耶稣的耶稣对这个耶稣的话题的话是怎么说呢？我们就是不说别的，就是从他们所说的，他们应该要学会这个事，应该要学会这个希伯来语，因为他们以为这个是太随便了，因为你为这个就是对你们的成就啊，你们都充满的罪恶，要考虑好。雅虎说是个别的名字，他们是怎么说这个关于这个妖术啊？我们这个过了这个就结束了。我给你们讲，这说都是假的。这个妖术就那个上帝有个上帝出来，因为他们说这个雅虎，因为他们一直说雅虎，我们把这个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想把它就是雅虎本名就是这个不对呀，这个因为我就是他们说那个雅虎，因为他们就是从这个边拿出来那个雅虎，然后他们加这个字。我写下这个不对呀，这个没事了。我们在后面把这个三个点绿色的三个点写在这，然后一加这个三个点的话就变了，因为后面就是他们没有改，没有把它改了，然后在这边就是变成了5。因为就雅虎就是这个就是在那个居位啊，在那个居位，这就是雅虎。因为它不是在这个放这个点的话，就变成了雅虎。因为这个黑，那为了这个就变成了雅虎。这个稍等一下，还不过。我们用别的颜色的来画一下，这个就是为了这个我们真的很难说，有点难说。这个就是牙，对他们来说，或者他们把这个变成了鱼，牙就雅虎，他把那个 s 去掉了。因为这个不可以读因为只能说这个句子，因为他们所敬拜的上帝就是这个。教我们的，让我们惊讶的事情的话，就假如他们称呼雅虎的话，应该中间一定有阿虎，因为这个就是雅虎，因为这个这个是不能去掉，为了这个就是这个名字不对呀，因为然后他们就把随便因为为了这个是假的，加上点他们就随便，就是他们教这个，就是他们就拜偶像的做那个卡巴，都是要宗兽是掉价，就是那像系列的就是那些宗兽宗兽是掉价，这个要我都从这个名字出来。写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写法，我把你们已经懂得这个，所以把它拆掉了，这就是那个雅虎，然后把这个去掉，现在这个不太漂亮着呢。因为我们必须从右边读写法，就从右边到左边的。
我们想把这个裁掉了，然后我们然后我们就重复巩固一下，因为刚才是不好看的。这个就是有 yod vav 这6个丁，不是那个丁，不是在这，不是写在这里。那个丁就在这里，对了，然后我们就是在这边写这个 o 这个字，因为vav o 就 vav 加上 o， 这个 vav， 这个是 vav。这个希伯来语就读到 vav， 在中间加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就是丁，这个就读法的是我或者是与这个读法的就是这样。假如说我们要看下的话就是呀呼。雅虎，因为他们就是把这个称说是语，所以这个必须一个20，因为那个字母那个4个字那个希伯来4个字母必须有这，因为如果我们读的时候就是就是呀。他们就说不说这个，他们不重视这个o 这个句尾这个 o 不重视这个，他们就不重视这个，然后就是雅虎，我们用别的颜色吧，就变成了呀在中间他们没有加20，因为这个不管怎么一定有20，因为必须成为我要发我给你们经知就知道但是他们都一直坚持说这个雅虎就是因为除了这个方法，就是他们就拿不到这个雅虎，连那个希伯来语都已经说过这个，他说雅虎写法就是这样。这个雅虎然后他们在后面加在那个句尾加一个刷，我再重复写一下希伯来语，加后面句尾加刷，有的黑，这个就是那个五，这个就是雅虎，然后在句尾加那个数。加上 r， 就这样，这就是他们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雅虎数，这个然后他们加这个3个点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个希伯来的语，雅虎数，读法的时候就是这样读法。你要关注一下，这个是好像是相似的，但是不是相似的，因为那个就是但就是从那个上的雅虎，这就是那个雅虎出来的，这个是假名，这就是那个他们所敬拜的假上帝。又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把这个冒出来的，因为那个他们那个神父的上帝已经做了，这个是指从前那里都没有这个，在那个应该是在那个400年前
基本公年间有这个业务，但是最简单的就是费，然后就是有就获得最费，根据那个就是跟那些就是他们已经研究的排列的话，我给你们就把这个古老希伯来语的话，古老希伯来语的话，你可能说我们在哪里看到这个就是那些懂得古老学家都说这个不是我写的，都是那些古老学家说是这个是犹大人的，所以我给你们说这个耶稣是不对呀，因为从那个上帝父亚户出来没有存在，没有那个上帝要称呼亚户，经过希伯来圣经的话都是没有一个是亚户，都是亚法，所以方家户亚户要说耶户都是遵守是条件，绝大部分都是其他的国家，这个不是犹大人的，也不是都是他们自己冒出来的，他们没有一个人能除掉罪啊，这个说话是都是做坏事、恶事、通奸的、邪恶的，都是因为他们都由于这个是条件，因为这个不属于你，你还是把它中属的，就是在那个启示录，他们以为是有大人的，原来是那个魔鬼呀。这个是我给你们已经说过了。我给你们指教，你到耶和华这边不再犯罪。为了这次，我就教你呀，我把这个要宣讲，为了教你们所拜的上帝，你要知道你所拜的上帝。那我们的宣讲就是到此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长时间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对你们就是那个讲到就是结束了。但是我们就是要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接着那个些提问的话，就是关于那些这个上帝的教导的问题的话，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都可以问的话。如果你不想上去听上天的话，那就算了。但是你想要上天的话，就是可以问的话，因为这个就是长久跟耶和华的大事，耶和华真的地西的技术员我们先学下，然后就接着那些问题关于这个所敬拜的上帝，还有那个除掉的罪的话题就是祝福你们，耶和华保护你们。